高雄有一个阿伯，拢会伫咧大路边拍干路，而且会甲干路害悬害价，步数真多。但是过路人看到心惊胆吓，万不应，若甲干路害去车道，就危险咯。警方讲这已经违法，会来开罚单。你看，要有咧迄个拍干路咧，是迄个流鱼看伤济啊。咱看路边有一个阿伯咧练功夫，珍惜啦哦，甲迄干路整起来啊，哦，伊遐咧拍干路，是遐个。伫厝顶无人要看，伫遮顶就有人要看。哦，阿伯小叫。用路人是学了解特指，当然听红灯的骑士拢越头过来看。这个阿伯啊，将干路愈弹愈悬，互伊伫真实顶悬的说，甚至可会当随时等去到涂骹变化得端。阿伯拍干路的所在，就伫高雄的建工路，站若车真多，对面就是派出所。阿伯才有自信，定定伫遮练功夫。伊算干路的功夫已经是一粒一的。下晡3、4点。哦，一定伫遮吗？不一定嘞，无逐工来，今仔日落雨应该就来。没有在路中间就随便他，不要妨碍到行车安全就好。交通时段，他在那个路口，有些民众他不见得会马上注意到他回转的话就很危险。是讲唔惊一万，只惊万一，因为无论是骑士，也是赛车驾驶，拢有可能会出意外。人行道属道路的一部分，该行人涉违反《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78条第1项第4款，处新台币500元罚款。其实阿伯啊，会当行较远咧，该去公园练习。公园的环境加较宽，嘛较有骹路练功，嘛免惊会去影响到道路的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